郵費不足，阻延派遞。郵費不足嘅郵件派遞會受阻延，你有冇遇過以下嘅問題？以投寄求職信或申請表為例，點解以 A4 公文袋寄出，已經貼咗過漆郵票，仍屬於欠支郵件？本地郵件嘅最基本郵費已經唔係過4啦咩？同樣，郵件厚度喺乜嘢情況下屬於大型信件？要避免阻延郵件派遞，請透過以下介紹了解點樣按郵件樣式同重量支付足夠郵資。現時本地空郵同平郵郵件嘅郵費會按樣式、小型信件、大型信件、郵包同重量計算。郵件會以尺寸同重量分為以下3類：小型信件、大型信件、郵包。小型信件嘅例子如普通長型白信封，大型信件嘅例子如 A4 公文袋。投寄郵包要留意長、闊、厚同重量嘅限制。以本地郵件為例，如果重量唔超過30克，郵件尺寸屬於小型信件，郵費係個7；但尺寸屬於大型信件，郵費就會係2個9。寄件人投寄郵件時有責任支付足夠郵資，若郵件郵資不足，將會阻延郵件派遞。收件人將獲發通知卡去到指定郵政局，唔包括流動郵政局，領取郵件同繳付欠支費用。寄件人請喺郵件上注明回郵地址。若收件人拒收郵件或喺後領期過後仍未領件，會將該郵件退返俾寄件人。一般嚟講，普通信封加3至4張 A4 紙嘅重量約30克，視乎紙嘅重量有所不同，所以投寄前要磅清楚郵件重量。A4 公文袋郵件厚度唔超過20毫米，重量唔超過500克，屬大型信件。本地郵費由2個9起，按重量計。本地小型信件嘅郵費由個7起，體積限制165毫米乘245毫米乘5毫米，而重量唔超過30克。厚度超過5毫米，但唔超過20毫米，重量唔超過500克嘅信件，需按大型信件支付郵費。香港郵政網頁設有郵費計算同按信件樣式分類工具。另外，為方便市民了解相關分類，各郵政局已經備有印刷版嘅大小型信件量度尺供市民索取，同時亦都提供大小型信件量度尺俾市民使用。另外，塑膠版嘅大小型信件量度尺已喺指定郵政局出售，你只要將郵件放喺量度尺上，先量度長闊，再量度厚度，就可以知道樣式分類。如想知道更多詳情，請瀏覽香港郵政網頁。